由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國際私家美容協會、香港國際專業美容師協會、香港國際專業導師協會以及國際專業美髮美容協會聯合舉辦嘅專業服務知星之道美容師節頒獎典禮2026喺8月14日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第10屆美與健生活博覽科3E舞台隆重舉行。今年活動以專業技能創造可能為主題，主要係表揚一眾美容師一直以嚟喺專業服務、技術提升同顧客服務方面嘅努力同付出。典禮一開始，首先由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先生 BBSJP 致辭。佢提到香港而家正面對經濟轉型，美髮美容業更加要保持正面同良好嘅心態，業界之間亦要互相支持，共同努力，繼續為香港經濟發展出一分力。其後，資歷架構秘書處總經理黎英偉先生致辭時表示，資歷架構對推動行業發展有重要作用，未來亦會繼續同五會合作，希望透過統一標準，令美容行業更加專業化同規範化。明愛社區書院黃文偉博士就鼓勵業界人士積極報讀 QF 相關課程，持續進修，提升自身專業資歷，為未來發展打好基礎。隨後，大會進入頒獎環節，表揚多位表現出色嘅美容師，肯定佢哋喺專業技能、服務質素同推動行業發展方面嘅努力同貢獻。現場氣氛熱烈，一眾得獎者喺嘉賓見證下接受嘉許，為今年美容師節頒獎典禮寫下圓滿一頁。